来讲，国造畅水南海群号持续7次潜水潜航已经完成4摆，也大船伫今日公开影片。但是关键7次的画面，也专家就分析讲哦，影片当中海群号冲落去海底，这是一点仔光线都无，深度应该是已经超过预定的50公尺。后一只国造舰南海群号总共完成4摆潜水畅航。大船头一摆公开记录影片，以空翕也有伫舰南内底翕到的船只方向控制，拍开排气开关门，冲落去到浮起回港的完整过程。甲进行舱望镜甲天线船卫星共这7次，更加公开发射噪音游标画面。其实这游标也是由中科院家己研发的。游标可以说是潜舰的护身符哦，它的原理是利用这个声音来引诱来袭的鱼雷哦，打击错误的这个诱饵。当时是欧洲的国家哦，就是拒绝出售，中科院就本着国防自主精神所研发成功。从它的水下镜头可以看得出来哦，应该潜深到达50公尺或更深。专家分析影片内底海群号冲到日头坡度通过海中，深度应该已经超过5.50公尺。也总统赖清德发文指出，虽然依照程序由浅到深，伫安全甲品质舰队的完成全览性能验证，稳健推进后续高览的目标，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守护家园的决心。潜水潜航跟深水潜航测试，我们当然都会有排一些测试科目，测试的次数要看科目进行的状况，会有所调整，不会只有少数这样这个几次而已，因为这个后面深度越来越深，花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嘛。看一海群号海试的时间，对2005年6月17日展开头一摆海上动态组合7次，后续半个月内也进行2摆普航。不过7月上旬检证了后，却是过147天，伫11月27、28，结果再度出海普航，一直到今年1月26，大船进海的主动证实，正进行潜水的畅航前置作业，并且伫2到30甲2月初5、初6实施。大船说明，畅航的7次正按照程序一步一步伫进行。准高览的期程，预计有定伫今年6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